来看中国海南岛的长手猴，全世界即马只剩37只，是强要绝种的灵长类。啊，不过其实伫40当前，遮尔珍贵的物种，敢若剩7只尔。这是经过这2冬保育人士真拼死，即马才增加到37只，不过嘛是有绝种的风险。 发出敢若咱人哭出来声音，这种伫真悬树尾底海，真罕的落来地面的动物，都是全世界上稀有的灵长类海南长手猿。讲的毛草真乌，母的规身躯金黄色，主要生长伫海南岛的树林内，因为数量真少，要追踪因都要对应的声。我们每天都要从5点左右要到监听点，然后再听长猿叫，然后再去跟踪拍摄。 了解它的生活习性和它采食的植物种类。海南长手猿伫1950年代数量本来有2000多只，不过30年减少到剩7只，强要灭种。主要就是咱人过度滥捕加错查，互伊的生态地煞消失。2年前，有关当局伫当地设立国家公园，种30万丛树啊，国家研究单位合作来抢救海南长手猿。主要是记录它的那个。 数量分布，还有它的栖息地这一块，监测它的一个生理健康的一个问题，记录它的一些行为学的一些数据。甲保育鸟禽无同的是，当地团队无靠人工复育的方式，是希望有因的生态地减少咱人干扰的方式，互这个叫做护林瓜王的海南长手猿渐渐生态后代。目前已经知影因的数量增加到37只，分别属有6个家庭。保育人员是希望甲青山绿水幸福长手猿了后，因的数量会当继续稳定成长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。